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最近有單關於領展房產基金嘅新聞，就係公司再次出售物業資產，套現超過12億港元。呢單交易睇落只係一樁普通嘅物業買賣，但實際上背後藏住領展成個投資策略嘅大轉向，亦都牽涉到好多股民最關心嘅問題：未來派息穩唔穩，股價仲有冇得救？今日就同大家由交易細節講起。拆解領展點解要減持海外寫字樓，套翻嚟嘅錢會用喺邊，同埋我自己對呢隻曾經收息神股嘅最新睇法。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講入主題之前，中意嘅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分享。另外我自己亦設有會員頻道，當中會分享我個人嘅操作同心得。名額有限，如果大家想出一分力，不妨可以支持我。相關資料我放咗係資訊欄度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同大家講下呢單交易嘅基本情況。今次領展賣嘅係澳洲悉尼一床商廈嘅50%股份，買家係澳洲當地大型養老基金，總作價2.259億澳元，折合大約12.4億港元。呢個價錢唔係亂開，完全跟足2026年5月最新嘅物業估值，同埋今年3月嘅帳面值去計，可以話係十足公道價。不過交易仲要等6到9個月，反壟斷審批先正式完成。完成之後，領展唔會完全甩手，反而會繼續負責呢棟大廈嘅日常營運管理，穩定收管理費。消息出咗之後，好多大行都即刻出報告，普遍維持買入評級。目標價睇到44.8港元。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，呢棟物業而家估值4.5175億澳元，比起領展2019年買入時候嘅6.83億澳元，足足跌咗34%。換句話講，呢筆投資持有7年左右，唔單止冇賺到價差，仲要帳面蝕咗3成幾。今次賣出，與其話賺錢套現，不如話係務實止蝕，順便重置資產。大行都指出，本來市場預期會有少許日價成交，但最終按照面值賣出，加上而家澳洲息口高，買家態度審慎，能夠按市價順利變現，已經算係唔錯嘅結果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一定會問，呢棟商廈質素其實好高檔，喺悉尼最核心地段，仲要100%租滿，租戶全部係政府機構、主權基金呢種大客，穩定到不得了。既然物業咁優質，點解領展要主動賣走一半？其實背後我認為有3大核心考量，完全係領展全新策略嘅體現。第一，重新聚焦主業，剝離非核心資產。以前領展為咗分散風險，一路向外擴張，買咗唔少海外寫字樓、物流設施。但經過呢幾年市場變化，管理層終於認清自己最強項、最識玩嘅，始終係亞太區嘅民生零售商場同停車場。海外寫字樓受息口、混合辦公模式影響太大，波動又高，又唔係自己擅長嘅範疇，所以而家策略好清晰，賣走非核心嘅海外資產，將資金調返轉頭，集中火力做自己最熟嘅零售業務。第二，增加現金彈性，應對高息環境。而家環球息口長期係高位，房託基金借錢成本好貴，再靠借貸去擴張，風險太高，賣出資產套現，手頭現金多咗，財務壓力即時減輕。根據領展最新業績，而家淨負債比率係23.9%，按年升咗2.4%。呢筆12億資金入帳之後，可以直接改善財務狀況，提升抵禦經濟波動嘅能力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第三，引入長線資金，攤分投資風險。雖然悉尼核心商廈長遠有潛力，但疫情之後混合辦公成為常態，全球寫字樓需求都受打擊，前景唔係100%穩定。今次引入澳洲本地大型養老基金做合夥人，一齊持有呢個項目，領展就可以減少單一項目嘅資金佔用，將風險分攤出去。與其自己全資承擔所有波動，不如拉有實力嘅隊友一齊玩，穩陣好多。講完賣嘅原因，再同大家講下套返嚟嘅12億，領展打算點用？官方講法好明確，主要有2個方向。第一，用嚟回購基金單位，本身領展已經有15億港元嘅回購計劃。
呢筆錢入袋之後，回購嘅力度同空間可以進一步擴大，回購多啲單位就可以提升每單位嘅分派同每股資產淨值，對股價同派息都有支撐作用，穩定投資者信心。第二，注入亞太區嘅核心零售物業，簡單講就係賣走海外寫字樓，買返更多自己熟悉嘅零售商場，將資產組合調整得更穩健，改善整體嘅租金收入結構。當然，賣走一半業權之後，領展會少咗呢部分嘅租金收入，但因為保留咗管理權，可以長期收取物業管理費，呢筆穩定嘅非租金收入可以部分抵消租金減少嘅影響，仲可以提升整體嘅資本回報率。其實從呢單交易，大家已經可以睇到領展未來嘅發展方向已經慢慢變咗。以前傳統房託嘅玩法係全資買入物業，靠收租賺錢，屬於重資產模式。而家領展正係轉型中，想走資產擁有者同管理者雙軌模式，自己出管理能力、出營運經驗，盡量引入第三方資本出錢，一齊做項目。好處係用更少嘅本金就可以管理更大規模嘅資產，賺管理費呢種穩定嘅被動收入，風險低好多。呢個亦都係國際成熟房託嘅發展趨勢。講到呢度，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對領展最新嘅睇法。坦白講，領展曾經係香港民生商場嘅絕對霸主，以前係領展揀租戶，商場鋪位爭住要，租金年年加。但係呢個時代已經徹底過去咗，而家嘅情況已經變成租戶揀領展，背後有3個大趨勢係長期嘅結構性打擊。第一，香港人北上消費成為常態。無論飲食、購物定娛樂，好多人都會揀過深圳。本地商場人流同消費力大不如前。第二，網購越來越普及，淘寶、拼多多各大平台價平選擇多，仲要送上門，實體零售店生意越來越難做。第三，外賣文化成熟，好多餐飲同零售小店唔一定要租商場鋪先可以做生意。暫時喺3重夾擊之下，香港嘅實體零售環境已經改變緊。未來10年8載，領展嘅商場基本上只有2條路走，一係減租留人，一係鋪位丟空。我自己曾經係領展嘅股民，但因為行業大趨勢向下，所以單靠管理層賣產回購轉型，只可以叫做減緩跌勢，好難逆轉大局。除非之後香港政策有大轉變，例如開展網購稅、離境稅，再將稅收變成消費券，從而刺激本地內循環，否則實體零售嘅頹勢真係好難扭轉。短線嚟講，有大行唱好，有回購托底，預期有接近7厘嘅總回報，的確有一定吸引力。不過長線大家一定要認清，香港零售大環境嘅結構性轉變係唔容易逆轉嘅。領展好難再重現當年年年升、息口穩定嘅黃金時代。要買入嘅話，最好趁大市大跌，價錢夠平先掃入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大家而家仲有冇揸住領展？你哋覺得今次賣資產係真正嘅轉機，定只係權宜之計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